三甲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章16节到第5章32节。和合本圣经伫旧约部分第4页，其他的请看银幕。创世纪第4章第16节，现着我来读。该阮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前，去伫埃甸的东市罗德的地徛起。该阮甲伊的某同房，伊的某怀孕，生以诺。该阮起城，就照伊的囝的名，称迄个城的名做以诺。以诺是以那，以那是米互雅利，米互雅利是马土撒利，马土撒利是拉别，拉别娶两个某，一个名阿代，一个名西拉。阿代生亚伯，伊做遐徛起布边饲精生的人的祖。伊的小弟名犹伯，伊是做一切弹琴分箫的人的祖。西拉也生土伯该稳，伊就是制造逐样铜铁来去的。请继续来看第5章第1节。亚当的世系记伫下底，当上帝创造人的日，是照上帝的款式来做伊，创造因查甫甲查某。伫因受创造的日，赐因福气，称因的名叫人。亚当130岁生囝，照伊的款，亲像伊的相，表名叫瑟。亚当生瑟了后，搁历过800年，其中也有生囝查某囝。亚当计共享受930岁才死。21节，以诺65岁，是马土撒拉。以诺是马土撒拉的了后，甲上帝相隔行300年，其中有搁生囝查某囝。以诺计共享受365岁。以诺甲上帝相隔行，上帝接伊去，伊就无伫地。28节，拉灭182岁，生一个囝，表名叫拿阿，讲耶和华捌咒诅地，互咱做工劳苦，等即个囝要安慰咱。第32节，拿阿500岁，生闪、含、雅弗以上。即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清明对书》第1家谱。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当巴悲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伫一礼拜中间，阮经历阮的节期是清明的对书，当逐人透过清明节的时阵，到伫祖先的墓伫迄个所在来清扫，然后伫遐来孝念咱的祖先或者过去的代志，诚做对书以及对后代帮衬。阮有着即种的节期，也献上阮的感谢。但伫这中间，阮也要对圣经中间三个来看，主你乃是一个注重阮的家谱，注重阮这祖先因所留落来美好的事的即个信仰。阮恳求主，你开阮的心门，互阮有属灵的智慧，会当来明白。阮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平安。咱拄啊，搁伫即个清明假期中间，我相信伫过去即礼拜即几工中间，咱有真侪人透过即个清明的扫墓，还是伫厝内的即个聚会，咱来对思咱甲咱的即个祖先以及咱的先人因所留落来美好的事，诚做咱后代人的帮衬。伫昨的即个礼拜中间，拜六日我问遐青少年讲，恁知影恁的阿公阿嬷的名无？大部分超过一半以人拢有举手，讲恁阿公佫去哩啥？阿祖，
做时的名甲即个知影毋知剩一个家庭2个人举手尔啊，其他拢已经袂记咧吼。所以伫这清明中啊，咱知咱要纪念伫，咱要孝念咱这祖先时，咱有限，咱到一个程度啦定。所以咱若要当记咧，咱只有透过家谱才有办法。所以即个华人呢非常注重伫咱的即个友好孝道方面。咱基督教嘛是非常注重伫第10条戒内第5戒，就是讲你要孝顺你的父母，佮刷落去讲，安尼互你伫地面上的年岁会当久长。这是唯一10条戒内中间带有应允的一戒，其他拢是叫你爱安怎，毋通安怎，爱安怎，毋通安怎啦，定。敢若第5戒特别讲着安尼，所以即个孝道伫基督教也非常重要，咱伫华人中间嘛是非常重要。华人透过对即种方式要来表示伊的友好，因为咱就是用神主牌的即个方式，表示讲咱的祖先虽然离开，但是伊的灵魂甲咱三个做伙伫即个神主牌顶头。然后伫即神主牌后壁，因佫下伊的家谱伫咧。但咱中间真侪人拢是第2代、第3代以后的，所以咱无啥清楚讲即个神主牌原来后壁佫有下即个家谱伫咧。咱若去性别礼拜的时阵，咱甲即个神主牌收起来时，咱伫后壁即个家谱就摕起来，咱另外用一本的即种家谱甲伊写起哩，然后佫交倒转去互伊，毋望伊会当刷落去，伊的家谱部分继续写落，因这是嘛是咱非常注重的部分，因为这是咱的即个咱的血统落来遮的，毋望咱的子孙拢会当代代落去传落去，是诚做咱的帮衬。我相信上帝伫即方面的心意嘛是安尼。那其他即毋是信主的人，因着伫遐用神主牌的方式来要记因的家谱，毋然呢，因佫想讲因的祖先的灵有一个灵已经伫即个神主牌顶头，所以因着伫迄个所在甲祭拜伫咧。那即样代志嘛，诚做咱基督教甲民间信仰中间真大的即个冲突伫咧。伫咱的圣经教示的时，咱需要孝念咱的祖先，但是咱毋是尊做神伫遐甲因拜，所以咱是孝念，毋是咧即个祭拜伊。因为咱若要拜神，咱应该拜迄个真正独一的真神，才是需要咱伫遐拜。我相信即项代志伫咱的，特别伫即个原住民中间，咱嘛非常的清楚。原住民因拢有即个因祖先的灵的即种祖灵的祭拜。伫迄所在，毋望透过因的祖先的即个灵魂，会当伫迄所在来保因的平安等等遮。但是咱知因咱这祖先的灵，伊只无转到主业所在，伊嘛毋是一个神，咱是要得到平安甲即个保护，即个是对伫咱的用靠着咱的所相信的上帝，才有可能达到伫即个所在，即种即个保护伫咧。所以伫遮要互咱知影是讲，咱要孝念咱的祖先的时阵，咱毋是透过甲祭拜方式，咱是孝念伊，这嘛是圣经中间的即个教示伫咧。所以设立即个家谱是咧华人的即个文化传统，嘛是圣经中间的即个咱所看见，咱都要读的，即就是一个家谱伫咧，像神像、几岁个神像等等遮个。伫新约中间的时阵，马太福音第1章的第1节开始，就伫遐来记载，就讲耶稣的家谱，为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安尼一直落去，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人，伊写到第18节的所在，甲即个17节，甲耶稣的即个家谱甲写落来。然后伫路加福音第3章23节到38节，伫遐嘛佫写着另外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嘛是写耶稣的家谱。但是，伊是为耶稣是约瑟的囝，约瑟是谁的囝，谁的囝，用这种方式伫遐来写，为后壁推倒转来，推到后壁已经是讲到即个亚当最后说来讲是上帝的囝。这两个家谱呢，虽然你等去看即个名，大部分拢是无共款，这是代表只不过是一个为老爸系统写，一个是为老母的系统写，不管伊是安怎写的时。要甲咱表示讲，咱的基督教中间是非常注重即个家谱，因为上帝创造咱世间人时，就是透过咱每一人的父母养饲咱、生咱、养饲咱时，互即个人，咱的这家族会当继续延续落去。然后看留落来什么物件，就是这上帝心意伫这所在。但是今仔日要三角来思考即个问题。
当然圣经中间头一个家谱写的，就是咱拄仔所看第4章所写。遐真明显，伫第4章写一个，第5章佫开始写一个。头一个是写着该隐的代志，然后第5章写着亚当的代志。那该隐伊的家谱应该是甲即个亚当是共款的啊，真可惜。咱看圣经第3章写着讲，亚当甲夏娃同房了时，头一个生的就是该隐，然后佫生伊的兄弟叫亚伯。无拍算，因两人献祭时，上帝接纳伊的弟弟亚伯的即种祭物，无接纳该隐的，该隐就大受气，然后就甲伊的弟弟杀死。伊想讲无人看去，但是上帝是当然是无所不在，逐项代志拢知影。伫迄个对伊的即个讲，你的兄弟亚伯伫倒位？伊讲你也无甲互我来管伊啊。颠倒伫迄个所在的辩护，咱看见人的即种弱点就伫遐来出现。咱伫社会中间常常看见，人做啥物代志，伊会当辩论讲伊无，还是伫迄个所在，嘛常常发生这代。然后上帝当然知影，上帝就将伊甲赶出即个爱甸农园的。所以诚做一族的人，已经无属伫即亚当伊的即个家谱内底。所以咱今日看伊头一个即个家谱，因就是讲着该隐的即个家谱。那该隐的家谱伫遐记载是啥物？记载就讲，伊是一个真文明发展的即种家谱伫咧。伫遐写讲，该隐第7代的即个后生叫做拉贝吼，伊娶2个某，头一个某叫做阿代伊生即个亚伯，伊是即个带布边，甲即个饲精丝的即种的即个祖先的祖。伫个所在，伊发现讲，因的即个民族，就爱透过饲羊牛，就爱找着有草的所在，因就缀伫遐来行来行去，叫做游牧民族。你就需要大，你就要需要即个布边等等遮个。伊伫个所在，甲整个伫个所在，甲管理系统起来，这是亚伯。然后生第2个囝叫做犹伯，犹伯的是伊是大琴甲分即个分销的即个组伫咧，就是开始有即音乐产生。是即丝弦吼，有即丝弦的，还是即个管乐部分呢？即个祖先伫咧，会伫遐来发明遮个，互咱的生活更较丰富，或者敬拜会当有透过音乐伫即个所在来演奏伫咧，还是家己会当娱乐伫咧顶。然后咱看即个拉贝伊的第2个太太呢，叫做西拉，伊生即个土伯该隐的时阵。伊是做即个铜铁甲内器的即个祖先，就是会当做工具伫咧。即个工具为铜为铁，伫个土中间找着即个铜甲即个铁的即个即个伊的即个物质，然后伫遐来将做铜甲铁，佮甲拍做一种会当使用的即个物件，所以互因的即个因的生活得到改善。所以咱人看伊讲，即个该隐的即个家族，伊即个家族伊是对畜牧业呢开始进入到即个铜器的即种铁器的即种时代，伊是一个文明的时代，一个真进步、真大的进步伫咧。但是即个文明的进步到底有互人伫遐来更较挖过上帝，还是无？咱伫咱的现代社会中间，常常发现，人若愈进步，若愈会当真无啥物代志的时阵，佫会当感觉咱人真高，发明遮侪物件，伊就拿袂记咧上帝。敢若即个世界就是因家己，咱人家己伫迄个所在内底一下创造出来共款。咱看见即个拉别伊的即个家族嘛是安尼。即文明的副作用来产生即个邪恶的即种，甲即个非常凶暴的即种情形。拉别伊娶2个某，所代表的就是即种淫乱放纵的生活伫遐来开始。上帝创造亚当甲夏娃，伊来创造即个婚姻的制度，是一男一女的制度伫咧，毋是一个先死几个某伫咧。但是咱看见伫即所开始有种情形发生，到尾啊看见真侪拢的情形拢是安尼。即个某做起来时，敢真正是福气噶。咱看见真侪伊的结果，颠倒是伫迄所在产生真侪无好的即代志。莫讲伫几千年前，现代咱嘛是看见就即种的情形继续伫遐来咧发生。这是人无尊主最大，因为主所设立的即个家庭的
婚姻乃是一男一女的这种家庭，毋是一男一男，还是一女一女的这种，甚至包括咱这目前所看的美国啊，伫遐要承认讲这种同性恋，连总统嘛伫奥巴马总统嘛伫迄个所在同意，咱看伊是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情形，所讲的这种圣经所教示的这种情形伫咧，咱阁看见拉别伊伫遐有做一个诗。伫这所在，咱无读到第4章230到240，伫遐讲阿代甲西拉啊，着听我的声，即两个是伊的太太吼。拉别的某啊，着注意听我的话，人伤我，我待伊；少年人害我，我待伊。该阮的心愿若是7倍，就拉别的心愿的确77倍。你感觉即种话是祝福的话，还是啥物？真显然看的是一种咒诅，一种非常强势，就是我家己做主的这种所讲的这种话伫咧。人敢若害，人敢若伤我若定，人敢若害我呢，但是我要甲杀死。以前即个该阮的部分是敢若7倍，因为上帝要保护伊，所以发出这种语言伫咧。谁若害着该阮的是，伊就受7倍的这种刑罚伫咧。但是我都要77倍。哦，迄个口气，咱看出来是充满了这种凶暴、自我中心的这种情形的。人若愈来愈文明的时，咱看见情形竟然是这种情形。咱来回想，伫咱现代这个社会中间，你感觉倒一个国家上强？大家知你讲是美国，美国当初是起初是上帝祝福是无毋对，为五月花开始 ，Mayflower 为这个英国所在坐船到伫这个。到伫美国所在来登岸的时阵，伫遐最近牧师对即个网络顶头看到咧经即个祈祷的即种资料的时阵，伫遐看见一个祈祷的功效的时阵，伫美国所拍的一个片，伊伫遐来讲起讲，这五叶花因的船到伫遐的时阵，安怎伫迄所在生存落去？过一年了，因死几啊10人咧，因阁无米通食，因着伫迄所在阁当着。落雪顶顶遮，因着迫切祈祷，开始看见印第安人来帮助因。因安怎伫迄个所在开始建造修成了时，因着伫遐来开始来感谢上帝。然后佫一直演到伫即个讲到即个林肯总统的时阵，讲伊当初因妈妈怀孕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要难产，附近方圆内底几啊10公里内底，拢无半个即个接生的即个接生婆伫咧，因两个阿某伫遐迫切祈祷，突然有人拍门，一个人开门起来是一个接生婆出现，伫迄所在讲伊就是要来甲因接生的。接生了的时候，伊离开了的时阵，因林肯因爸爸伊发现一项物，迄个接生婆一项物件无摕出去要去开门要去找伊要行伊，因看已经无即个人啊，四围看拢总无即个人，所以伊伫遐非常确信，即个囡仔就是上帝赐给一个天使来，互伊来生产落来。伊伫遐要讲是讲到即个祈祷的功效到底是如何？继续搁伫遐来讲起讲因南美战争的时阵，安怎因伫非常危难的时阵，因安怎透过祈祷方式，以及美国甲英国咧相战的时阵，安怎透过祈祷来得到帮助？然后咱看见因的宪法安怎来建立，是建立伫上帝的话语。但伊无拍算伫1980几年的时候，因伫遐开始人权，伫遐来赢过神权。伫遐摕着宪法来讲，毋是袂使强迫人的信仰嘛？为什么伫即个校开始的时候都爱祈祷？为什么常常都爱用上帝话语来讲？就伫迄个所在来告到第一最高法院去，伫遐来视线讲，安尼是袂使。所以即马开始校中间无用祈祷来开始啊。上帝话语开始无看见啊！咱会当看见，敢若即个总统要宣誓时，佫会当摸伫即个圣经，还是伫地方法院的时阵，嘛就爱伫摸圣经宣誓。我相信无久，遮嘛会去用过纸去。伊会讲，为什么会当强迫我来做即代志？咱看的是人权、权过神权，文明愈来愈进步，敢有影带来咱的好啊？咱人若袂记哩上帝做主、尊主最大的是文明，袂带来好。
文明带来是只不过人讲人家己非常的厉害，敢若巴别塔共款。人讲我非常厉害，咱来起一个塔，会当到伫天去啊。人想讲伊家己非常的厉害，所看见就是无好。咱看见即个腊月，伊的即个囝伫遐做遮真侪发明遮出来时，进步到伫一个文明的时代时，咱看见结果是互伊的家族伫遐开始来离开上帝。伫遐来追求世界甲肉体情欲，这满足内定，渐渐就来离开上帝的即个道路去。这是咱互咱看见头一个即个家谱，伫圣经中间所记载。那圣经中间刷落第5章，佮记载另外一个家谱，即个咱叫做是亚当的即个家谱伫咧。伊即个家谱是一个敬虔的家谱伫咧。为什么咱会看见伊所写着这个人内底？伫亚当130岁因，佮生一个囝，华语版叫做赛特。咱台语版叫做设，敢若讲一字尔啦。伊伫遐讲到这个时，佮讲上帝用伊的形象来创造人，然后讲即个设伊的形象甲样式嘛，甲亚当共款。所以通讲即个亚当的后生，即个设赛特，伊有活出上帝的即种形象出来。上帝的形象毋是讲上帝甲咱共款。有目睭有鼻仔有这，毋是上帝是灵，所以咱要用灵甲诚实来敬拜伊。灵就无形体，伊会当无所不在伫咧。但是上帝形象是代表啥？是活出上帝这属性伫咧。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上帝是慈悲，这个物件咱人拢应该有得着。上帝创造咱，就将这个物件下伫咱中间。咱若无这个特色伫咧，咱就根本袂使称作是人。咱应该称作是动物，因为咱甲上帝同款有这个形象，就是要有上帝这个属性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看亚当的后生设，伊伫遐活出上帝形象的，然后设伫105岁，佮生以诺斯。以诺斯的时，伫圣经第4章的26节，伫遐来讲你讲，迄时人才起头求叫耶和华的名。亚当设。然后甲以诺斯，安尼不过第一代、第二代的时阵，已经倒转到伫上帝面前啊。通知影讲，即个是一个敬虔的即个家族伫咧。毋然呢，咱继续去看落去，到第7代以诺65岁时，佮生一个，然后伊就开始甲主同行300年，到365岁再来离开世间。会安怎离开，无人知影，因为是。希伯来书第1章第50个条讲到讲，上帝直接就去接伊去，所以无人见伫伊安怎来死去。这是何等严格的代志？你会当甲上帝来同行，代表什么？代表你所行的拢下伫上帝心意，你才有可能甲上帝伫遐来同行。就是咱看见亚当的即个家族，亚当甲即个设已经到伫即个以诺的所在，以诺斯，然后到伫以诺。然呢，到伫伊的第10代的时阵，是即个拿阿即个故事咱非常清楚。拿有大水灭掉，上帝灭借着大水灭掉，即个世间人，而遐为什么要安尼灭掉？等于世间人拢陷落伫罪恶中间。因伫遐咧思想的拢总是即个歹的代志，所以地面上充满即个无好的代志。上帝伫遐甚至伫遐后悔、忧伤、后悔，讲伊创造人伫咧。但迄个时阵，敢若一个义人，一个完全的人，就是拿阿。咱看见的是即个亚当，伊的即个家族。伫遐看见伊的家族安怎？伊的囝设活出上帝形象出来。搁落去，以诺斯伫遐开始来求上帝的名。到伫以诺的时阵，甲主同行。到拿阿时阵啊，最义人、最一个完全的人伫咧。咱能看见这两个家族非常无共款，一个是弃了的主，这是离开主，该阮提死伊的弟弟，然后就向赶出弟弟爱定龙园，已经真侪甲上帝伫遐来隔离的。这个家族出来是安怎？是一个真充满了这个凶恶的这种，虽然文明，虽然进步，但是伫迄所在所表现的灵命已经死去啊。咱看见亚当另外说。即个家族落来，以诺斯、以诺、拿阿，到世界要灭掉，大水来灭的时，是敢若剩拿阿即个家族伫咧。咱来思想，伫前面即个时阵，
咱可能会去孝顺的大部分拢是因为咱的这种肉体的这种家破的。我的阿公，我的这个爸爸、阿公、这个阿祖等等一直去哩，到咱想的所在、想会到的所在，然后咱伫遐来孝念伊，透过伫遐讲伊的一寡伊的故事，还是伊对咱的这个帮助，毋望咱的后代会当记咧，甚至将好名继续伫遐来留落。这是咱肉体的，但是上帝创造咱伫地面上，毋是干那为着咱这个家族。耶稣互咱的大使命，你爱去普天的，互万百姓称做伊的百姓。你在逐人称做伫主内底，称做大家庭兄弟姊妹。所以咱搁爱思考是啥物？另外搁有一个家谱一个，这个家谱是啥物家谱？是属灵的家谱一个。你毋知要去思考讲，什么人来引带你？你有引带什么人无？你毋知会当来列出讲，你这个属灵的家谱中间会几代啊无？伫这中间，你的责任到底是啥物？你刷落去，是毋是还佫继续来生几啊代伫咧？互你的这个，像你圣经讲，你咧生团济，互这个人，互这个上帝最后所互咱这大使命，会当继续伫遐来延续落去。我相信伫前面这些，咱更加爱思考，毋是干那伫肉体上的这个家谱，这个堆书那点，咱应该佫来思考着，咱佫较大的。咱伫地面上属灵的这个家谱到底是啥物？咱的责任到底是啥物？所以你会当搁一摆来思考讲，这个大使命是偌尼啊重要的。这是上帝创造咱伫地面上的目的伫咧，毋是干那要互咱来享受，咱家己会当享受，是咱带有责任、带有任务到伫这个世间来的。前面这个时，头一要甲咱挑战的是，咱毋知有去思考着你属灵的这个家谱无？然后，咱的肉身的这家谱，当然咱嘛是爱孝念。但是你对这祖先、你的这亲人中间，你去学习着什么？你有对因这个感觉是爱改进的部分，咱有当得到这个警醒啊无？还是伊美好的代志，咱毋知有得到帮助啊无？我相信这是咱伫清明对书的时应该去思考的。咱有两个家谱爱来思考，一个是咱肉身的家谱。一个是咱属灵的家谱，较咱到伫头前来看的时，这是咱的家族，咱家族咱伫遮来纪念伊的时，这是因为真侪是因为伊的老将信仰留落来，还是无信仰无留落来，但是养起咱的时，咱嘛是孝念伊，这是咱肉身的这个家谱的。毋望咱会当伫咱来思考讲，我的属灵的这个家谱到底是如何，然后我的责任是啥物？肉身的家谱嘛是有咱的责任伫，咱得安怎认真将这个好的来教示到咱的囝儿。属灵也共款，目的伊的目标更较大伫咧。我安怎将这个好的福音来报人知？咱对现在这个报纸来看见，最近嘛一直报一个家庭讲，这个细汉囝为着这个老爸讲伊的感觉伊的分财产无公平，就将伊的老爸甲拍昏倒去。佮记载讲已经拍4摆啊。佮因为安尼，佮会当含伊的哥哥伫遐来冤家相拍，留财产就无是好处，互咱减落率无毋对，但是伊敢真正对有帮助。伊啥物就是因为安尼开始无认这亲情朋友啊，开始有钱就好啊，等等这甚至连爸母这也拢免参。留钱是好，但是爱看人安怎来使用。佮较好物件是啥？将信用会当留。咱来思考，你若是你的爸母，还是你阿公、你阿祖，就已经留了信仰，你也献上你的感谢。遮尔早时，因就会当将这个信仰下伫你的心中，互你会当熟悉迄个真理，互你会当去学习的上帝的形象，就是迄个公义、公平、怜悯的这个上帝伫咧。互咱的心也会当真做是这种的人伫咧，毋是迄个自私自利，干那咧顾家己的。毋望伫前面这些，咱会当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所以伫这所在邀请讲，咱不管是无一定讲是前面这，咱会当常常透过祖先因所做的代志，还是咱的这个属灵的家谱所做的代志，互咱的这个咱的后辈的晚辈呢，会当来明了，会当来孝念，安尼是咱过这个清明节才有真正的意义伫咧。愿主祝福伫咱每一个人，咱同心来祈祷。
听堂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透过婚姻的制度，互阮人类的性命会当延续落去。阮感谢你，想使每一个人拢有即个父母，伊生然后佮养饲教育。当伫清明的时阵，阮透过守即个节，就是来孝念即个祖先因留落来美好的脚迹伫。但阮伫即个所在，毋但要孝念阮肉身的即个家谱那定，阮要来孝念迄个，参像阿东因即个家谱是起调伫主的，就是阮的属灵的即个家谱。佮较来领受着主你的大使命，伫遐爱互万百姓诚做主你的囝儿。阮恳求主你，互阮过一个有意义的即个清明节日的。阮为了这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也要重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必列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败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